AI 時代有啲乜嘢好投資呢？好多人咧都仲係咧淨係知道一啲大型嘅科技股，港股咧就係騰訊啊、阿里巴巴，美股咧就係七巨頭蘋果啊、Amazon、Tesla 呢啲。但經過咁長時間嘅增長，呢啲股票嘅增長動力咧都已經冇咁高啦。而且咧亦都有其他 AI 相關嘅股票嘅前景啦，同埋升幅咧係已經爬晒頭噶啦。最近富途咧聯同美國最大嘅證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咧一齊舉辦咗一個全港第一場嘅線下期權峰會，當中咧就聽到大家都好熟悉嘅基金經理英 Sir 黃國英嘅分享，佢就將咧 AI 股分咗做5類，最有機會嘅咧竟然咧就唔係七巨頭喎，而係咧 AI 嘅一啲關鍵元件同埋資源板塊。咁佢咧仲講解咗一啲咧關於期權嘅操作，我咧都覺得好有啟發。咁想知道英 Sir 講咗邊隻美股咧，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啦。Hello，大家好，我係希啊。由年頭到而家咧，投資美股咧真係挫上挫落，一時咧又話中東局勢升溫啦，一時又話和談啦。如果攞住 Tesla 咧，今年到而家咧都仲係跌緊成2%。但如果係買咗美光啊、SanDisk 呢一啲記憶體股咧，因為 AI 對於存儲嘅需求強勁啦。好似閃迪咧，今年5個月咧已經係升咗400幾個%，由$275啦，升到最高咧係$1500幾美金。所以咧揀股同埋操作咧真係好重要。特別值得一提嘅咧就係英 Sir 咧提出咗一個好清晰啦，同埋咧都幾值得散戶去參考嘅投資框架。咁佢咧就將而家嘅美股咧就拆解成為5個咧同時存在嘅板塊。但係 AI trade 都分3範嘅，第一範就係一啲關鍵嘅元件同埋資源，呢啲就大牛市嘅。頭部公司咧，其實係中性嘅。被顛覆嘅公司咧，其實係熊市嚟嘅。咁而人類消費者嗰邊咧，其實你就會睇見佢哋有啲資源股咧，其實就屬於偏牛嘅，係一啲比較上牛啲，因為其實最主要都係石油類啦。大家當係一個必要嘅天然對沖。咁所以就大家都對於呢個板塊係比較上就逢低就溝啲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有少少偏牛嘅狀態。但係如果你話係人類消費者嘅話呢，其實大部分都係偏向熊嘅，因為大家覺得嗰個經濟體呢，其實係一路嚟睇落去呢都會比較淡嘅。咁所以就亦都有啲擔心滯脹。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其實我哋而家係有5個唔同嘅 segment， 其實喺個股市入邊。咁我哋操作上邊咧，其實就你要分得好清，你唔好淨係睇住個指數，你要明白咗你買嘅股票係屬於呢5範入邊係邊一範，咁你就會知道佢個屬性大概係一個牛市屬性啊，定係一個熊市屬性呢？其實而家係同時間存在一個牛市一個熊市。你好簡單喺香港大家都會明㗎啦，恒生科技指數係紅到不得了嘅事。呢個分類嘅方法咧，比起單純咁講牛熊市咧，係更加有用。因為咧，其實而家咧都唔算係一個全面嘅牛市，而係咧一個好分化嘅時代。第一類咧就係 AI 嘅關鍵元件同埋資源板塊，咁佢咧就直接話呢一類咧就係屬於大牛市。最經典嘅代表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 Nvidia 啦，再加埋咧做高速網絡晶片嘅邁威爾科技，編號 MRVL， 今年咧都升咗成100%。但係喺呢一個 AI 時代咧，最缺嘅未必咧係晶片，而係咧電力啊！當所有大型嘅科技公司咧都瘋狂咁樣擴張佢哋嘅 AI 數據中心，背後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能源嘅供應，所以更大嘅需求咧就會慢慢延伸去到能源啦同埋核電嘅概念。咁英 Sir 咧就講咗個核電三寶，包括咧係 Bloom Energy BE 啦、BWXT 同埋 CCJ 呢3隻嘅股票。AI 嘅應用越多咧，對於穩定能源嘅需求咧，肯定係會越嚟越大嘅。而核電咧，亦都係未來10年咧最重要嘅基建之一，所以咧可以特別留意。之後第2類咧就係 AI 時代嘅頭部公司，即係咧所謂嘅 Mag7 7大巨頭啦，包括咧 Apple、微軟等等啦。咁英 Sir 對於呢類公司嘅評價咧就係中性偏弱。咁唔係咧因為佢哋太差，而係咧因為佢哋已經好強啦。當呢啲公司咧嘅市值已經大到去某個程度咧，估值咧就開始受到限制，市場咧都會提前反映咗咧好多未來嘅增長。就算之後業績再好咧，股價咧都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樣爆發性咁增長啦。跟住咧就仲有資源同埋石油類嘅板塊啦。咁喺而家地緣政治緊張啦，全球供應鏈重整嘅時候咧，
咁呢啲資源嘅板塊咧係有咧對沖嘅功能嘅，尤其係咧當市場開始擔心通脹同埋戰爭嘅問題咧，呢啲資源股咧反而就可能成為資金嘅避風港，所以咧係會屬於偏牛嘅一方。仲有兩個板塊咧就唔係幾睇好嘅，就係咧被 AI 顛覆嘅軟件公司，咁直接咧可以用熊市去形容嘅。事實上好多傳統嘅軟件咧已經開始面對咧 AI 工具咧係免費啦，同埋功能重疊嘅問題。以前咧需要幾十個人做嘅嘢咧，而家 AI 咧可能已經做到80%啦。不過咧都有一啲例外嘅，例如網絡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股票代號咧就係 CRWD， 因為咧連 AI 巨頭咧 Anthropic 咁咧就由 OpenAI 嘅前成員咧去創立嘅，都揾咧佢去合作，代表咧某啲高技術門檻嘅領域咧 AI 咧仍然唔係咁容易去取代嘅。最後咧就係一般咧普通消費嘅板塊，咁喺呢一方面咧普遍咧都係看淡嘅。但問題嚟啦，就算咧係睇啱呢啲 AI 嘅股票啦，睇啱方向，但係咧又未必代表你一定賺到錢，因為而家市場咁波動，加上好多股票已經升咗啦，已經好貴，就咁買正股嘅話咧，要嘅錢咧就好多，個數量咧就未必可以買到好多啦。就算睇中咗升或者跌啦，個利潤咧亦都受到限制。所以峰會嘅另一個重點咧就係期權，當中就包括咗講咧市場走勢啊、期權嘅基礎知識同埋一啲實戰嘅技巧。參加者亦都可以喺職場咧體驗到咧用副圖嚟做期權交易。咁我個人期權交易嘅策略咧，主要咧就係以 cover call 同埋 short put 為主，通常咧都係做賣出嘅，即係 short 啦。對於 long 嘅操作咧就會少啲，主要咧就係心態咧未必咁好，成日咧都怕輸錢。但係咧，英 Sir 就提出咗個概念，就係一張嘅期權合約咧，通常100幾十蚊美金就可以交易啦。咁每日咧就係當交學費，令自己咧養成呢一個交易嘅習慣，到真係有大嘅波動嘅時候，就可以咧一次過贏翻晒之前輸嘅。特別咧，佢就提到喺熊市反彈買 call 咧係好過買正股，就係劫倉急彈啦。劫倉急彈你就即係大家可以理解啦。你見過香港，大家都香港人好明噶啦。騰訊出咗龍蝦嘅時候，可以喺500蚊彈上570幾日，呢啲咪熊市反彈嘅特色咯。好短時間升好多，跟住無以為繼。你譬如我當你真係好想買阿里巴巴，你唔好買正股啦，因為正股隨時輸死你。你咪買個 call 咯。你可能買個1個禮拜後，或者係3個月後，點都好啦。你會買 call，你覺得輸晒咧都係乜嘢咧？笑喪，因為你輸得少過你買正股輸嘅。OK， 咁所以你亦都唔使好緊張喎。佢懟咗落去之後，你唔驚喎。最多咪輸晒，你拗我，咁樣係咪先幾好啊？咁樣咁所以同埋你個下隻 roll 落去仲抵喎。OK， 咁所以你個熊市搏熊市反彈，亦都係應該買 long call。港股嘅投資者過去幾年咧睇住騰訊啊、阿里巴巴、美團呢啲股份，應該咧都好有感受。咁咧就係一路咁樣下跌，好多時咧以為已經跌夠啦，買落去之後咧彈一彈又再跌過。買正股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如果買咗落去之後，就可能咧會一路坐艇。但如果咧係用期權嘅，咁就可以咧只係用少部分嘅本金去搏呢一個暴力式嘅反彈。仲有咧亦都有提到啊，關於呢個末日期權嘅風險嘅提醒。做 long 咧買入期權，如果結算嘅時候咧入咗價係要接貨嘅，所以咧最危險嘅唔係輸錢，而係咧你以為啊只係需要輸幾百蚊，但結果咧一瞓醒覺，突然之間咧手上咧就多咗好多嘅正股。一張咧美股嘅期權咧已經等於100股嘅正股噶啦。好多新手咧其實唔理解嗰個行權嘅機制，以為咧最後冇平倉都唔緊要，但如果咧最後到期嘅時候期權被執行咧，而戶口係冇足夠嘅現金，券商咧就有機會直接咧幫你用孖展接貨。到第二朝嘅時候，如果股價一跌，個戶口咧係可能出現咧巨額嘅負數。再嚴重啲，券商咧係可能會強制平倉，直接咧幫你用市價去賣出。咁咧你唔止輸晒啲期權金，仲可能咧要倒蝕更多。所以咧，英 Sir 建議，如果真係要玩呢啲短期嘅期權，最好係買1日之後到期嘅合約，而唔係咧即日到期。咁呢一個嘅細節咧，對於新手嚟講咧，可能就可以避免一次大嘅事故啦。最後，富途最近嘅迎新優惠，而家開戶咧存入1萬蚊，維持60日，就可以咧揀送價值咧600蚊港紙嘅 Tesla、比特幣，或者咧4股嘅匯豐，又或者咧係價值400蚊嘅超市禮券。如果入金咧8萬蚊，仲可以攞到價值1000蚊嘅獎賞。
記住開戶嘅時候咧 download 咗富途個 app 之後，入翻去呢個 app 裏邊嘅我的活動中心兌換中心裏邊咧輸入我呢一個邀請碼，咁咧就可以攞多200蚊嘅現金券啦，送錢俾你，冇理由就唔攞埋佢啦。好啦，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學到啲嘢。AI 咧令到好多嘢都容易咗，撳一個掣咧就有啦。但係咧門檻低咗，競爭咧亦都變得更加激烈。想喺 AI 嘅時代賺到錢，分析咧同埋思維反而咧係變得更重要。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影片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